咱昨有讲到即个语音学甲声韵学其中呢咱快速溜一下伫即内底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即个音素phoneme这是真基本的概念会当区别语义的上解释的语音的单位音素所以即个呢，这是基本的概念，一定爱会晓然后呢，咱伫语音学内底呢，咱过来咱会学到即个 IPA 转写这到时呢，咱嘛会做一寡练习这嘛爱会晓啥物叫做 IPA 转写呢？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你就法度甲用 IPA 符号甲 transcribe 变做书面的符号譬如讲你听到台语，就甲写出来；听到华语，就甲写出来；啊，种听到越南话，你就甲记起来即种这是爱训练啦爱基本的爱有一寡训练因为咱时间有限，所以咱是干做简单的训练针对台语的部分就好针对台语较用会到遐个符号这咱较等下嘛会做一寡练习伫 IPA 时爱记住即个符号即种四角形的形呢你若看到即种，就表示伊内底是用 IPA 符号来 transcribe 来描写即个音素呢，有分做两大类有母音、子音vowels 甲 consonant 有两大类这拢是即个音素即个咱台语的结构呢生做安尼伊有音节头佮韵尾韵尾内底有核心、介音甲韵尾核心是上大声、上红声介音是伫音节头甲核心内底中央即个声调呢是踏伫顶头，这算是一个超音段啦suprasegmental 超音段甲音段是两个无共的概念但是是有相关音段呢 segmental 呢就是基下骹即个结构遮即个韵尾啦、音节头啦即种呢遐子音也是母音斗起来遐呢，具体伊会占领着一个时间伊会占领着一个时间伊会当即个单独占领一个时间出现的迄种的这呢叫做音段你若像声调呢，声调一定要有韵尾会出现，伊才有可能会当出现即个声调所以呢，譬如讲你像讲呆你会当念出无共声音因为伊是挖附伫呆即个韵内底所以伊个声调伊无可能单独出现的你讲我即摆单独发一个第五声无因为你发声调一定得爱甲韵尾这结合做伙，才会当出现所以即种叫 suprasegmental 超音段超音段大概是安尼过来咱台语内咱即个要怎判断 phoneme 呢其中一个详细对立组这个概念爱会晓详细对立组这是足基本真重要的概念，这个一定爱会晓即个咱若形成详细对立组了呢咱若讲伊会当形成详细对立组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咱会讲伊有一个区别的形态，会当区别的形态迄个会当区别的形态是啥？譬如讲伫即个例内底拍甲巴、p甲 b 即两个音呢，伊是独立的音素，互相独立的那安尼时阵呢，咱就讲伫遮呢送去甲无送去，送去甲无送去呢，是一个会当区分的区别的形态，伊会当造成语义无共嘛会当造成因两个变做两个独立的音素，安尼咱就讲伊会当区别的形态这嘛真重要伫咱台语内底呢，送去是一个区别的形态华语嘛是，毋过英语、日语就毋是这每一个语言有伊的特色过来像讲落音嘛是呢咱台语嘛有分清落，咱台语有分，但是华语、中国话就无分但是越南话就有，日语嘛有好这是即个会当区别的形态的基本的概念过来咱即个母音安怎分类
基本的咱会当有3大分类方法。第一就是悬低的差别，伊是较悬的，较低有悬低的差别。像伫遮呢，E 啦、U 啦，这拢是悬的母音啦 ，high vowels 悬的 high vowels 啊若 R 呢，这算 low vowels 算低啦啊，伫咱台语内底拄好悬中低中一个尔。但是像伫越南话，伊中伊当分做2类啊，中个有较悬的，或者是较低的中，伊个有分2类。啊，伫咱台语就分安尼尔所以会当悬低会当差别，过来前后头前后壁嘛会当区分所以头前就前母音 front vowel， 后壁呢 back vowel 前母音甲后母音伊嘛有分。啊，过来呢边喙甲圆喙嘛有分，就是你喙形较圆的，像 U、O， 这喙形拢是圆形的拢是一个圆形安尼一个圆形的，所以咱讲这是圆喙的 rounded rounded vowel 啊，若像这海口腔的鱼食鱼，啊是讲越南话迄个越南话迄个啊是讲日语的 R E U A O 日语迄个其实嘛是即个边喙的，因为你念的是喙边边你发的时阵，但是你喙齿语变的所以呢 rounded 甲 unrounded圆形的圆喙的甲边喙的，迄嘛是一种的分类所以主要这3大分类，这咱台语内底用会到安尼目前遮敢有啥问题？遮应该 OK 啦啊，咱即摆讲的台语的6个较主要的即个母音啦6个，这是以咱台南做标准啦，以南部啦台南、嘉义、高雄应该拢差不多啦就是以咱南部做标准有的人讲是安怎会要用南部他也无爱用我北部即摆首都伫台北的，他也无用北部歹势古早首都伫台南台语的发展上早嘛是为台南开始的所以你看古早台南叫台湾府城较早台湾话是记台南人讲的话啦迄伊是有历史的缘故的台语的即个报纸出版品书面化的资料嘛是咱拢以台南为主啦过来早前呢有关现代语学背景出身的这个台语的研究者呢，你像讲郑良伟教授王玉德博士，因拢台南人所以就因为这个历年来就有这个文化的资产就是伊的历史传统就拢以南部为主所以咱即摆讲的6个单母音，这是以咱台南部啦嘉义、台南、高雄咱南部做标准啦当然话的人，譬如讲你鹿港腔的人，鹿港人伊就讲也是讲平湖人啦咱即班拄好无平湖你若讲话平湖，伊讲食鱼鱼迄个音伫遮无列做一个独立的音素啦因为伫南部来讲的是无人讲这个音啦除非你若鹿港人啦、海口腔的啦、住台西啦一寡较特别所在，伊可能发的但是发这个音的人相对较少相对较少啦所以呢，这嘛是咱语言学一开始咱就讲到就是讲描写语言学角度甲规范的语言学角度是无啥共的当然咱若是要做台语的研究，咱会特别是要做台语的方言差的研究 OK 你鹿港腔有啥物腔，那个记录起来整理起来 OK 做研究嘛是讲平湖的腔口嘛足复杂的呢，即个庄头甲迄个庄头可能就无共平去呢即个进前我去平湖的时阵呢因就讲即个庄头安尼讲，叫迄个庄头佫无共的讲法啦有真复杂一般来讲愈封闭的所在，愈封闭的社会，伊迄个语言的复杂度愈悬啦你若是像讲台南伫咱台湾虽然算古都，
毋过伫历史上的发展来看，伊是嘛算是新的啦。相对厦门、相对漳州、泉州来讲，伊伫300当前嘛算新的城市啊。等于外地人拢来嘛。所以若迄种较后来城市吼，伊的腔口拢南做伙，会形成新的啦，变做新的腔口。所以你看台南的腔口，正当然有人讲伊较偏。算较厦门啦，厦门就是漳州、泉州南做伙呀。因为厦门呢，伊嘛是因为造成迄个关系，所以足侪为漳州、泉州去厦门的人，当南做经过几啊代了呢，就足自然形成一个漳泉南做伙，变做厦门腔。所以咱台南嘛是，台南嘛是共款，因为南做伙呢，变做安尼过来你来看，相对台南来讲，高雄嘛算较新的城市，高雄嘛是才日本人来了呢，才开始开发，一个港口的城市所以高雄的外来人口嘛足侪啊，一半以上会使讲占可能较8、9成，拢外来人口，所以高雄腔呢嘛是着夹做伙，你看像台南，着还佫你若传统老一辈台南人佫会讲笑歌迄个唱歌会讲笑歌，这伫高雄就拢听无啊，高雄就拢唱歌尔，所以高雄就变作代表性典型的漳泉厦门规个南做伙变做台湾腔啦，所以包括即个研究台语方言差上有名即洪维仁教授呢，伊嘛讲高雄算是优势腔啦，等于上普遍的就是差不多大多数拢听有啦。嘛袂感觉讲有特别啥物腔就以高雄，因为伊是一个城市是外来人口夹做伙的，所以就变成较普遍的一个腔口整个来讲就是讲，咱台湾呢过去虽然为漳州、泉州、厦门遐移民来，但是经过300几冬的发展了呢，来到台湾，你若看真侪文献，伊就写不漳不泉。也漳也泉的意思就是讲，漳泉来南做伙虽然讲呢，有的人啦，可能伊会较偏漳州的，还是较偏泉州的毋过呢，你讲要真正一个人，伊完全讲的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即种人足少的。若有，通常拢是年纪较大的可能7、80岁、8、90岁，年纪较大较有即个现象。若无呢，通常一般咱真是南参做伙像我家己嘛是呢，咱就会发现讲，我腔口内底嘛是有一寡词是较所有的漳州的腔口，有一寡词是较泉州的腔口嘛是南参做伙呢，这就是因为安怎交通里边啦因为咱台湾的战后，其实为日本时代就开始日本时代。南北的火车、南北二路，这交通呢愈来愈方便，所以呢，尤其像咱即摆呢，你看高铁足方便，要台北就免2点钟就到台北啊咧，所以伊即个腔口即个南参做伙愈来愈普遍，包括媒体嘛是，古早极计是讲电台、地方的电台，即摆是全国性的电台所以无形中咱迄个各地腔口的豆的减少。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融合体的产生这伫语言内底嘛正常真正常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就讲，咱即摆讲的这呢，台语有6个母音、单母音啦6个，这是基，就是以咱南部做标准啦当然有的人就讲你像你若漳州腔迄免记录迄就搁另外后摆你若是要做即个方言差的。即个调查的时阵呢，当然你着爱去捌遐的符号你若是要写语言遐的 paper， 当然你着爱用 IPA 啦，用 IPA 符号来记录若无你就是譬如讲教育部伊个万乐拼音方案内底，伊嘛有一寡符号，专门伫针对即个方言差的部分伫记录的迄部分迄着后摆咱若搁有开较正解的课恁才搁去修咱即摆。初步咱就先讲基本的就好安尼即部分才敢有啥问题？
咱台语呢，即个6个基本上呢，咱甲分类出来是安尼啦从一 a 二啊这有 o 这呢要放伫譬如讲呢要放伫中央，还是后壁，还是头前这拢有可能啊头前的 front， 后壁的 back， 还有一个中央 central 这呢要放伫啥物所在呢？这就是声韵学要探讨的啊。就是讲对咱台语来讲呢，伊实际上伊发音呢，其实是伊的范围足大的啦。不管你发较头前、发较中央、发较后壁，咱听起来拢是啊。你若较头前是啊，较后壁是毋过其实对咱台语听拢是啊啦。不管你迄哪后，你迄个喙齿啦是较歪头前，还是较歪后壁，反正咱无差，因为伊拢是啥语音的变体尔，就是伊无法度区别语义啦，无法度区别语义啦，所以对伊来讲拢是共款是啊尔，所以拢无差问题就是讲，咱就音韵的角度来讲，要放伫对，所以这部分就是有当时呢，咱讲这个语音学 phonetics 甲 phonology 甲声韵学两个是互相有帮助的相辅相成啦。有时阵你需要一寡语音学的背景去测量，讲伊大概拢出现伫啥物所在，了你还佫声韵学角度去分析，讲这要甲分类伫倒位会较好势一般来讲呢，呢，咱袂甲放伫头前的会放伫中央还是较后壁安尼啦，差不多放伫中央遮，原因是安尼为啥物放伫中央遮后壁？豆豆咱若记较侪例了，各位就当豆豆较了解过来呢，这个咱这呢，咱这看这是用这个 IPA 符号来表示过来另外咱来用罗马用迄个白话字来表示，就是安尼中央这个呢，一粒圆箍这是读做 A 白话字内底读做 A， 若边仔有一点呢，迄较读做 O 啦这我用较大像安尼呢，边仔有一点是读做 O 好来显达来请讲。老师，你讲的头前中后壁应该就是咧讲字吧？敢是爱去加一个字的部分是吧？敢是字的部分？一般咱写就拢安尼尔，拢写头前的母音、中央的母音，还是后壁的母音尔。伊所谓头前、后壁还是中央，就是讲你喙齿的位置你喙齿伫顶动的位置但是袂搁伫遐写啦。袂搁写讲你喙齿安尼伫语言学顶头伊就直接讲头前当就是你喙齿会较刷对头前去安尼意思伊袂搁特别写出来所以咱了解的原理伊的头前后壁中央其实是伊的发音的是喙齿的相对的关键嘛过来咱拄则讲的这是台语的部分你看像越南话越南话嘛伊的母音较复杂小可这是越南话越南话的单母音越南的单母音咱来看卖你看伊 front 头前central back back 呢伊个有分RD 就是 rounded 就是圆喙所以你若 plus 若一个正号伫咱语言学顶正号就是 yes 啦就是正面的啦就是 yes 啦所以呢正面的 RD 意思就是圆喙的啦喙形发音是圆形的你若是 minus 的呢负号minus 的呢 minus 表示你喙形扁喙的喙形是扁喙的所以你也看呢越南话内底偏一个呢越南话内底嘛有但是伊的分类越南话英文学内底因的学界越南话即个语言学界因的分类是甲放伫后壁 back vowel
因认定是甲当做后壁，啊，当然伊是伊有一套理由啦，为什么会安尼？啊，迄是伊的理由吼。这个后盖你若有机会，迄个修迄个东南亚的课啊，你若咱即问吼，即问还袂吼。未来若有机会讲到即个越南语的部分，吼，就会当较了解吼。啊，简单讲就是讲，对越南来讲咧，因感觉因要甲放伫后壁的母音，啊，平平一个，毋过因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为声韵学的角度，因来甲分类的，所以声韵学的角度甲 phonetics 语音学的角度，有当时也小可无啥共，安尼知吼 ？phonetics 语音学的角度是纯粹我就物理性来调查伊发音是安怎，但是 phonology 呢，声韵学的角度，伊是为迄个系统性的对比的分析，去做分析吼。所以伫越南话内底，你看伊有 A， 咱有讲过啊 ，A 呢，伊个有分做 A 甲 A 即两类有较细的差别。有 O， 伊这是变出的个变出的越南话嘛。伊个甲咱蚵仔煎小可有像啦，毋过呢，回来伊个认定，即个即个符号呢，这是 IPA 符号哈。即个是 IPA 顶头的符号，伊的发音甲嘛足像的啦吼。但是呢，为啥越南话伊要用即个符号？即个符号是后母音的啦，back vowel 后母音内底 unrounded 出现所以呢呢出现咱是较正常的尔，咱是算较集中蚵仔煎的伫咱呢，有当时你有可能嘛有可能咱 range 足大的所以你若是变出现较扁安尼头所以就是讲，有当时你发现讲越南话伊的母音伊是用即个呢有起来像咱的有当时个小可无啥像，原因是安怎？共款range就是迄个 range 足大的越南话即嘛是共款 range 足大的也就是讲，当你边仔若无其他的音的时阵呢，你的 range 会足大的，你发音的范围会较宽，发音的范围较宽，你就容易有交集甲咱的台语就较容易有交集你看像即个咱台语呢，是伫遮对无？伊的即个越南话差不多大概伫即个所在所以伊的 range 若大，就变即两个就容易会牵做伙所以原则上你若要发越南话即个的时，你着用台语去甲发，嘛真接近就会当真接近即个越南话即个就是甲咱台语海口腔的有类似是类似的即个你若看话语言学个册啦伊讲着咱台语海口腔的食鱼迄呢，有时阵伊会用即个符号有时阵呢伊会用另外一个符号是另外一个较接近伊的迄个符号有时阵呢，你若看一寡语言学个册，伊若讲着即个海口腔的迄个呢，伊会用即个符号到底是即个符号还是即个符号？迄是音韵学的问题就是伊认定就是讲，伊若用即个符号呢，表示啥？伊感觉即个即个音呢是甲头前即个是对立的，因两个是共一组，但是互相对立的一个音你若甲写做即个呢，就感觉伊是较后壁的，
甲后壁即个 u 是共一组诶，只是一个伊是扁喙尔，哦，也就是讲咧，你若用甲头前即个 伊本身是扁喙啊，但是即个 u 诶时阵呢，伊是可能较中央诶即个 u，即两个呢，其实范围因为其实足近诶啦，会有动态诶即个范围所以呢，听起来其实拢差不多共款诶，真接近诶所以为什么咱有的人用即个符号，有的人用即个符号，迄是属于伊英文学顶头咧，伊要安怎来解说？就是讲即两个音其实发出来，就 phonetics 的角度其实差不多诶，伊范围拢差不多伫迄个范围，只是讲你要安怎甲解说，迄是英文学的角度，就声韵学的角度要来解说讲，伊即个u 呢到底是要算即个，还是要算即个？就是看伊讲，你 u 呢要甲即个头前诶前母音即个 e 呢做伙看，做伙来探讨，或者是要甲后壁后母音即个 u 呢做伙来探讨，就差伫遮尔，这当然这恁若有理解就了解，若听无嘛无要紧，因为这是算较方言差的部分，海口腔，好，安尼即部分敢有啥问题？好，过来，咱拄则讲的迄是母音的部分啦，过来咱来讲主音，即个母音呢，伊的分类会当为悬低的差别、头前后壁的差别，佮扁喙甲圆喙的差别，有即三大分类方式即个主音嘛共款，伊的分类嘛是有一寡分类的标准啦，譬如讲即个表呢，即个表咱是甲简化落来简化来以咱台语用会着的符号，咱台语用会着的符号为准啦，你若是 IPA 呢，当然伊的符号佫愈济啦，你若 PPT 内底咱有教互恁，教各位即 IPA 伊的符号是加足复杂的，即个 IPA 因有出一本册，专门就是教你安怎运用遐符号，干若要遐符号要捌甲头，遐一本册，迄可能爱修一门课，爱一学期的课，专门用遐。当然咱也无需要规本册记背甲足熟，因为伊迄是要记录全世界的语言，6000几种语言拢无法度甲记录起来，所以伊爱足侪符号的迄显起来我足侪我嘛毋捌，咱只要用咱用会着符号，会晓用安尼就好所以呢，咱台语用会着的符号，咱就照 IP 的方式，咱甲排出来来，请问咱来看觅咧伊即个表呢，伊是安怎分类？要看觅咧，伊的分类伊有照一定的原理来伫分类的就甲咱以前咧咱咧读理化背即个周期表共款的，周期表伊的排列嘛是有一定的原理伫排对无？所以咱即个嘛是共款，伊有照一定的原理来排。咱观察看觅咧，伊这是安怎排？有人要讲看觅无？有无？好来，一定来先。是发音的位置无共款吗？按照发音的位置，佫有送去也无送去，佫两个喙唇合起来的角度。你讲了发音的位置，无毋对甲发音的位置嘛有关系，过来佫有无？你来看即排是毋是拢甲你发音的位置有关系？你看双唇甲两个喙唇有关系，双唇排列表就是两个喙唇有关系。你咧发音的时阵，两个喙唇是关键的，伊所谓发音的所在就是讲，你咧发音的时，迄两个迄个所在呢是关键的位置，譬如讲你双唇音巴。你看你喙唇一定合起来，才去开开。巴，你若起化音呢 ，LV 了呢，起化音呢，你咧发音的时，你看，你发哒，你的喙齿尖呢，你的喙齿会头前会拄着顶头的喙齿环，对无？你的喙齿会拄着顶头的喙齿环，哒，对无？
先拄着顶头喙齿了再去开开，所以伊是关键的位置啊。所以像这呢，咱就叫起化音啦，拄啊起化啊，伫喙齿的化遐安尼起化吼，起化音。啊，过来软壳 weird 吼，咱甲翻做软壳音。软壳呢，北京话叫做软腭啦，吼软腭啦吼，软壳吼，伊较软诶。啊，你看咱的喙内底呢，较软迄个所在软腭吼，软壳音吼 weird 即个所在，吼像讲加加卡啊加加，这是软壳音，啊，就是伊个关键的发音位置会伫软壳遐，吼。啊，过来哪后 glottal 吼，较哪后壁，比如哈哈鱼的哈哈大笑的哈，你看你的气是毋是为哪遐出来？足明显，哈吼，所以哈，而且呢，你喙会开啊开，哈哈哈鱼，所以你空气会为你哪遐走出来，哦，所以伊的关键位置是遮，所以咱讲伊是伫哪后音嘛，哦。所以你啊看，咱台语用会到的即四大类，啊，就即个发音的位置、发音的所在内底有相顿的、起化的、软壳的、甲哪后的，哦，啊，这拄好，咱这排列嘛有照一定的排列方法的哦，吼。倒手边是外口，就共款啊，你就敢剖面图共款，哦，你为边仔来看的时阵呢，啊，为喙唇上外口的豆豆仔入去，啊。过来就是起化，过来搁较翕去就是软壳，啊，过来就哪后，哦，所以是为外口豆豆排，愈排愈翕去，安尼，哦，所以伊这排列是有一定的原理的，毋是黑白排，哦，哦，所以啊，为倒手边才算是外口，啊，向内底愈来愈翕去，哦，安尼 ，OK 啦，吼。所以第一部分就是发音的部位，啊，过来即撮，得的即撮呢？得咧，即抓这是啥？发音的方法，对无？你用啥物方法？共一个位置哦，但是你发音方法无共，伊听起来声嘛无共啊。哦，你也看，平平相顿，两个喙唇迄个相顿音，哦，你看，巴巴，都无共啊，你看巴巴，对无？巴即个咱叫做落塌音啦，吼落诶吼落音吼落塌音，啊顶头巴叫清塌音，吼啊过来你看下面即个妈妈，吼巴妈巴巴妈，你看即三个拢是有动着你诶喙唇对无？两个喙唇拢有动着。毋过伊发出来听起来就无共啊，哦，伊诶差别是因为发音诶方法无共，哦，第一个即咱叫做清音嘛，巴，哦，听起来吼，声音较清，吼，较清脆响亮安尼，较清哦，巴，啊，过来巴，声音较落，较落小块，吼，较低沉小块，巴，哦，啊，落音呢，伊甲清音诶差别就是，落音通常就是你诶。哪后的震动较明显 ，vibration 哈，你哪后的迄个震动会较明显，啊，这就形成伊的落音，啊，过来片音，啊，妈有片音，妈有片音，啊，所以呢，即抓这就是伊发音的方法无共，啊，虽然位置共款，毋过你发音的方法无共的时阵呢，伊嘛会。听起来无共啊，造成你发音听起来无共啊，吼，啊，过来，咱即平平即抓内底呢，你也看啊，咱佫有分哦，吼，送气啊 ，minus 送气甲 plus 送气，这是啥物意思？共款的道理 ，plus 送气就是有送气 ，minus 送气就是无送气的意思啊，啊，咱讲语言学顶下伊定定拢用。minus 加 plus 来表示啊，所以 plus 送气就是有送气 ，minus 送气就是无送气啊，啊，伊拢用有无安尼哈，所以你看 p 啊，即个就有送气的啊 ，p 啊个加上一个送标 h， 这就是有送气的 p 啊
比如拍练斗的拍，吼，所以即两个无共吼。倒手柄即个是八清音无送去的，正手柄即个是清音有送去吼，拍，你会当发现空气较济，为你的喙喷出来，拍吼。好，安尼这是平平一个双敦音，内底嘛是共款，无共的发音方法，就会造成伊的发音无共。安尼遮敢有啥问题？过来，咱过来看第二抓起化音，起化音吼。起化音呢，共款你也看，起化音伊咧读音内底呢，有的、特的甲特即两个，共款，一个是无送去的，一个有送去的，的、特即两个过来擦音，清擦音擦音，擦音就是摩擦啦，摩擦音嘛摩擦音是啥呢？就是你即个，譬如讲沙物件，你当你发拄开始你发现沙对无？即个时阵你是毋是有发现讲，迄空气呢足紧的，为迄个喙齿旁为迄个喙旁呢，就喷出来因为迄个空气足紧就摩擦音即种叫做摩擦音所以咱台语的即个清的擦音呢，就是即个沙物件沙即个是擦音摩擦音的另外咱还有一个拿后的擦音就是呵啦，你看，咱袂说哈气的声，因为咱的拿后气管迄个拿后孔较大啦，所以空气较慢啦，但你即个孔较细，所以你会发现敢迄个音质会无啥共沙沙后壁变哈即两个拢是摩擦音拢是擦音这叫做清擦音过来呢，即个另外有一种叫突擦音突擦音、色差音突擦音呢，就是啥呢？突音甲擦音夹做伙，所以叫突擦音啦。突擦综合起来就是安尼。所以你安尼理解先，就真好理解你看突音有倒即个是突音对无？丝即个是擦音，所以倒即个甲丝即个两个夹做伙就变即个 ts 即个变查甫的查甫的查你若单独念沙，还是讲搭对无？突擦音就变查即个就突擦音突擦音内底伊有送去甲无送去的差别。另外一个是差不多的差这是有送去的查甲差即两个伊是无共的讲到即两个呢，查甲差呢，后盖你若是有要教越南人学台语的呢，即两个爱注意一下。越南人伫学咱台语内底呢，发音内底呢，大多数拢讲做好，但是就是查甲差即两个因会分较袂出来，越南话伊的查甲差呢，送去无送伊无分啦，伫即个例子内底无分而且越南话伊的查呢，甲咱即个查呢，无完全共款无完全共款所以即个呢，查甲差对越南人来讲呢，是注音内底较困难的所以你若有拄着越南人要学台语的，要甲伊教的时阵呢，台语的注音内底即两个爱特别训练剩的拢差不多啦，拢 OK 啦，越南拢还会晓主要是查差所以你若是要看越南人呢，讲华语还是讲台语呢，其实口一听拢知影一听就知影
为啥有当时咱讲，这人伊越南人讲台语来讲华语呢？迄腔口为啥咱掠出来？足明显的啊！譬如讲越南咧讲查某囝，即个查某囝是伊音可能无啥会准，伊有可能有当时咱查某囝，还是讲查某囝音会无啥会准啊！所以就是为遮个腔口，你得要发现所以你也甲注意来看越南人伫讲华语，还是伫讲台语的时候，迄腔口模式拢足类似的，同款的道理啊！外国咱伫讲越南话的时阵咱嘛听得出来咱台湾人学越南话了呢，台湾式的越南话，咱越南人嘛听得出来或者是譬如讲，咱来讲日本人伊的英语的腔口，日本人讲英语，伊嘛是有迄个开口就是足普遍的台湾人讲英嘛同款的你若伫外国的时阵台湾人讲的英语，你若来人一听嘛听得出来你这头是台湾人讲的，还是日本人讲的英语，还是韩国人讲的英语，拢会有伊的一个开口出来。迄就是啥？受到伊原来母语第一语言的影响这正常的，拢加减拢会即个现象过来，咱来看觅呢即个气化音内底呢，即个日落的突出音，咱拄则讲的早叉即两音呢，这拢是清音voiceless 英语内底是 voiceless 直译就是无声的音啦的意思啦所以叫做中文内底个翻做清音啦落音呢就是 voiced voiced 伊要 voiced 就是脑爱震动才会 voiced 譬如讲像咱咧讲话时，这平时脑拢会震动，但是呢，你也看咱即摆讲较细声的咱有当时你会讲咱即摆讲较细声的即个时阵这叫做 voiceless 你有当时你会细个声惊人听到迄种迄就是 voiceless 就较用清音的方式去发音嘛咱即个突出音内底呢，有另外一组叫落的突音，落的突出音啦落的突出音咱 IP 的顶头写做 DZ 即个呢，咱安怎读呢？日头啦，日头的日即个豆豆有伫消失啦，这大多数的人拢无伫念安尼啦日头有伫消失啦，敢若文献顶头记较明显尔有当时咱当然有当时嘛特别念啦日头毋过其实你若即摆呢，台南人拢落啦日头若高雄人日头啦家己恁家己安怎讲？日头安怎讲？家己人来有无？咱遮家己的来，恁家己日头安怎讲？我嘛是念日头呢，嘛是日头。日头还是日头？日。恁家己念日头呀？我遐是念日头。我感觉台语无标准嘞，袂准。伊即摆有当时特别问日头，你会当欢喜所以咱伫做电脑调查时嘛是一个美感有当时就是讲，咱会测足济问10几个，其实敢若几个也是咱要卖尔，无爱互伊知影咱要测啥，伊爱用上直觉的直接去反应所以像即摆因为咱咧讨论即个日伊有画法做了，有画法做个画法共款维持着日的音呢，所以你会当欢喜，毋知到底阮遮是讲啥你伫无意中互伊自然发出来，迄是上准的啦。自然当中发出来，迄就是伊日常生活来上准的发音嘛。无要紧恁家己去调查一下家己的调查看，恁咧注意听看人讲，是落写，比如日是日头还是日头，或者是日头，过来写字，伊是讲写字还是写字？写字，即有就是3种啦恁着斟酌去观察看觅咧要紧，即个就是日落的突出音即个啦即个咱白字内底呢是用 J 来书写会来迄个恁若麦克爱关掉较袂影响到所以即个是日
啊，伫白话字是用 z 啦，用 z 迄个来表示吼，日即个音吼。过来，即个变音 l， 即个是变音吼 ，literal 的声音吼，变音吼 l 啦。为啥会叫变音呢？因为咱呢会发即个音的时阵呢，空气是为咱喙齿两边边啊喷出来，啦吼，是为咱的喙齿两边边啊豆豆啊流出来，吼豆豆经过啊，吼，所以叫做变音嘛，吼啦吼。过来呢即个呢，吼伊嘛是起化音，但是伊是片音，所以呢伊拄好是的，伊片化去就变呢，伊是共一排啊，安尼知吼？咱会当发现讲吼，伊共一排，伊就有一寡基本的特色是共款的，伊的音韵的特色是会共的。所以你看，咱咧讲入声有 P、T、K， 啊，过来一个 H 对无吼？共款伊对应的呢，伊嘛 M、N、NG， 所以 M、N、NG 伊对应就是 P、T、K 啊，为啥会对应？因为就是拢共款的啊，共款的发音的位置啊，所以咱讲即个表格毋是黑白白，伊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即个表格爱会晓看。因为这到尾啊，咱要看这个音韵做音韵的分析的时阵呢，就会当较了解讲，为什么？因为通常的伊的这个发音呢，拢会受到边仔的人的影响啦。反正就是这个表格，伊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伊对应的关系。好，所以这段呢，这拢是起化音，伊发音的部位拢甲这个起化有关系来，安尼这部分才敢有啥物问题？无问题好，过来咱甲看软扩音，软扩音加卡，这拢是软扩音 ，vowel 的声音，软扩过来加落音，加这个落音，落塌音啦这个所以你看咱台语的落塌音内底有几个？无、个拢是落塌音，就是塌音内底的落音，所以落塌音有无、个这拢是落塌音，当然另外像这个落的塌擦音，这嘛是落音啦，这嘛是啦，这个无、个这两个你看拢共一排共一排，因为伊拢是塌音，这个。为遮来看的时阵呢，遮拢是软扩音，过来对落下骹，对落下骹，听下遮佫一个片音的歌，变做雅，文雅的雅，所以这个符号呢，就敢若咱一个耳仔共款，你若记讲迄一个耳仔雅，这个是的音，文雅迄个雅。的音所以这段呢，这拢是软扩音拢是软扩音这个呢，咱伫白话字内底写做 NG 啦，NG 安尼IPA 是一个耳仔的符号一个耳仔的符号安尼过来上尾哪后的哪后音就 H 哪后音叫一个 H 哈安尼以上呢，这是咱台语的这个符号注音的符号来，这部分才敢有啥问题？有无？好来，请老师，我要问看卖，迄个中迄个起化的部分，迄个 S 个 Z S 有送去无送去？还是无？好。这个呢，伫遮你若 S 这个，伊就无分讲是有送去还是无送去安尼区分啊。当然伊是有去出来啦，但是伊无法度发迄种无去的。S 摩擦音一定是有去的出来，伊无法度分讲有去甲无去。但是伫遮呢，伫塌音内底呢，伊会当分。哒甲他
读音内底伊会当分送去甲无送去，所以伫即个插音的时阵，伊就无分送去甲无送去啊，到读插音就有啊，因为伊有读音的关系啊，所以伊才佫有分送去甲无送去，到遮就佫无分啊，所以咱有一个粗线这呢，有一个 slash， 一个粗线啦，一个粗线这呢，这就表示伊有送去甲无送去，剩呢就是无特别分啊，无特别分有送去无安尼，好，安尼敢有啥问题 ？OK 啦，好，咱休困一下呢，咱等下再佫继续
好，来，咱搁继续吼。啊，所以咱拄则讲到咱台语的即个主音呢，就大概即几个，伊的分类，就是根据伊的发音的位置，发音的部位，搁来发音的方法，用即两个来做分类，就当画出即个标格安尼，所以即个位置呢，这嘛真重要，所以咱若咧做即个音韵的分析的时阵呢，拢会参考啦，看即个表呢，然后去看，通常呢，为即个表你能看出一寡美角出来，你来看讲，为啥即个音那会变对遐去，为啥那会变来变去？其实伊拢毋是黑白变的，伊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拢是有一寡规律。所造成的这就是咱用较具体的例来做例了呢，咱各位就会当较清楚这咱拄则讲就是讲，伊这发音的部位这是咱人的剖面图为边甲看过呢大概是讲这咱咧发音的时，咱的喙齿是会震动的喙齿会头前后壁顶头下面安尼咧震动然后呢，所以你看拄则即个表呢，你甲想象是即个人头破平了呢，为边甲看起来为这双敦音，过来起化音、软扩音、然后音豆豆愈来愈翕大概是安尼这是咱副题经内底，这是较完整、较详细 IPA 的符号啦当然这个音伊会足济啦话你若用袂着，其实基本上你嘛毋免插袂要紧啦只要咱台语用会着来用就好即摆呢咱就来教即个 IPA 伊的即个 transcript 转写啦IPA 的转写即部分呢咱来做一寡练习爱做一寡练习即个咱先来看者看要用先用我用白板好我看者即个白板试看即个白板建立新白板即摆恁敢看到白板？无吼？无看到，无看到。我看即个白板要哪分享白板。安尼有吼？有。白板有好，我来讲这个我看觅，我这嘛袂写进来，我这样分享，毋过我要哪画下画一，我这样有分享，煞袂画一，我这样要哪画？有人遐用白板的无？白板无啥样用，老师，你敢有点迄支笔？要点对。迄个上顶悬迄个一支钢笔，迄个。即摆
即摆就是伊有快出现了，奇怪，我才变两个呢，我做三个呢，我来对一个较是对，我试看觅哈，有啊，我看这个，好，安尼好，安尼会使哈，我看觅。好，即个要浮条要哪浮啊？镭射浮啊。OK， 好，咱即摆来一寡练习啦吼。为练习内底呢，咱补充一寡 IPA 符号吼，对咱台语用会着啦吼。譬如讲咱台语呢，台湾人。台湾人呢，伊 IPA 要咱来转写，台湾人咱就来用举例啦吼，来台呢咱台声呢爱先画即个鸡仔出来也是讲你写了较画嘛是会使啦，即个鸡仔呢，这表示内底咱用的就是 IPA 符号来台倒。对无过来 A 迄个 R 啦R 呢当然咱要用即个手写 R， 或者是要用即个嘛拢 OK 啦，因为伫咱台语内底无分伫咱台语内底你 R 是较头前的，较后壁无分啦当然你若是伫一寡即个有分的语言内底呢，你 R 就无共啊你若是伫有分的语言。前后分的语言呢，即两个符号是无共的哦。即个是头前的 R， 即个是较后壁的 R。安尼知吼？伊用即个有土质基出嚟的，甲无土质基出嚟的，伊的 R 是无共。但是因为咱台语内底是共款的啦，所以方便起跳的时阵呢，咱就用即个 R 嘛 OK 啦。用即个 R 吼。过来台爱注意咱台呢伫遮是核心对无？韵尾是啥？咱若白话字遮是伊对无？台遮是伊嘛毋过呢，伫 IPA 内底呢，你若是声麦vowel声麦vowel就半母音啦像即种呢，原底是伊摕去做介音，还是摕去做韵尾呢？这咱叫做声咪vowel半母音。半母音的意思就是讲，伊的发音的声音会变较细，简单讲就变细一半，较小就对啦所以台半母音的时候，伊会放伫遮。老师是写 I 还是写 J？J 哦，嘿，写做 J。这是有一点 J 伫 IPA 内底，即个伊是当做半母音。伊是半母音所以你有当时你看，伊哪会话个用迄个，迄是伊当作迄是半母音的意思所以台过来，咱个加上迄个声调，伫 IPA 顶头呢，伊的声调伊是另外一个符号啦咱即摆先讲者，咱还袂加着声调不过咱先加起来安尼台这是迄个声调的符号看你。我问者。所以你 IPA 内底 J 爱念 E 哦，对，而且是半母音，声咪vowel半母音的意思J 是半母。但是看到 I 爱念啥？伊敢有 I？ 你若是单独一个 J， 伊就是 E 就是读作 E 你是完整的母音伊是完整的vowel你若声咪vowel声咪vowel， 伊迄个就用作 J， 用 J 来写。安尼，所以是半母音的对。对，半母音声咪vowel半母音。所以伊即个你若出现伫介音的时阵呢，伊嘛共款譬如讲你爹，伊就写做安尼你若伊当做半母音的时阵伫 IPA 顶头伊是用 J 用 J 伊用安尼就是要互你会当区分就是讲伫遮是即个
即个 R 伊是核心，即个是核心，你若两个拢写安尼时阵，伊就变伊毋知对一个核心尔，你若写 R 伊的时阵，伊就毋知对一个核心所以伊 IPA 顶头伊是用迄个所以台是安尼过来湾，台湾的湾湾呢免安写湾呢咱即摆你若是用即个用 U 来准啦你若种用 U 来准，伊会半无音啦台湾的湾呢W台湾台湾你若 IPA 时台湾湾安尼遮敢有啥问题即个嘛是即个是半无音啦即个是半无音半无音伊若完整的 U 的时阵就变即个啦U 即个时阵是正，就是完整的无音伊若出现伫介音的时阵，伊就变 W 台湾安尼老师，嘿。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要写半母音，什么时候要写全母音？这就是爱训练过咱台语内底呢，你只要若有 R 出现呢，出现一定是半母音因为 R 是上大的R 是老大为什么 R 会老大呢？简单讲，你喙开愈大，迄声音上大声R 是毋是上大？伊R 是你喙开上大，所以上大声。所以只要你若发现 R 出现，伊一定是 nucleus， 一定核心的只要 R 一定是核心的所以呢，你看，你 R 头前若个出现，伊一定是 glide， 一定是介音啦。R 后边出现，一定是迄个韵尾一定是半母音的啦。安尼知也就是你若有两个母音一个 diphthong diphthong 者，你若双母音若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伊是较主要，另外一个是较次要的安尼所以台湾呢，伊就拼安尼过来人，台湾人人了人人伫遮呢拄好嘛是遮拄好拢第五声台湾人台湾人人就安尼了人所以就是你若是两白话字已经会晓啦，你会记一 NG 就种改做即个耳仔边即个这是人所以像顶面即个呢，即种这就是 IPA 的写法IPA transcript 这有的人讲这 transcript 是要创啥？即摆毋是拢有录音机是无毋对啦即摆有录音机有录影机，你会当透过遐辅助来做语音的记录，无毋对。毋过呢，你嘛是免不了爱有，譬如讲你要写论文，爱有书面的，要探讨的时阵你嘛是要有书面的表达方式所以 IPA transcript 呢，伊就是要互你会当伫书面顶头讨论譬如讲你伫书面顶头，你要记录一段话，迄个语序迄段话，伊发音发做啥你当你得要用 IPA 来转写，尤其伫以前，这 IPA 是100当前、100外当前就有就已经有 IPA 出来古早迄当时录音机无普遍的时阵，你要哪讲我今仔去做这个调查，因遮的人发什么音，你得要一套符号甲记录起来所以 IPA 就是上古早伊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即摆有录音机有录影机，毋过呢，你伫即个论文发表的时阵，来讲伫册内底，你也无法度完全教迄个声音就算讲即摆你有 QR code，
有迄个你嘛是爱个 scan 嘛是无遐方便啦。有当时啊，咱就是完全拢无法度去听用遐个声音的时阵，你就是爱看书面的尔。啊，过来看有即个书面的时阵呢，有当时啊，你才看会出个英文规律，你才看会出来。因为有迄个文字符号会当帮助你了个对照咱拄则讲的迄个台语的主音，还是讲母音的遐个度呢，你才看会出伊个规律出来。有即个符号，有即个方便所以语言学顶头呢，基本上一定要学，原因是安尼好，这是第一个例台湾人安尼遮敢有啥问题？咱等下用具体例啦针对台语较定用会到的遮个 IP 的符号呢，咱会做一寡练习遐恁才家己做笔记，迄咱伫 PPT 顶头无啦即咱另外做补充安尼这部分遮敢有啥问题？老师，嘿，老师，那您刚刚那个 IPA 啊，是写在每一个拼音的后面，那为什么不是写在它的上面啊？对，这个 IPA 规定，就是写伫后壁这是 IPA 规定，伊就是拢写伫后壁安尼这是伊的规范尔这是伊的规则安尼伊这敢会当做一解符还是爱家己符清除画面有好，过来咱过来看拄则呢用台湾人做例好即摆呢咱过来看即个其他的例啦比如讲碗粿碗粿要哪写碗粿碗粿台南碗粿碗粿碗粿呢有拼音吗？对无？有拼音拼音呢伫咱白话伫这个 IPA 内底咱要哪用要看觅呢碗粿呢伊的拼音伊有一个符号叫拼音的符号，即个hyperlong一个倒伫遐 S 这是拼音的符号碗粿所以你若看来了碗碗粿碗呢第二声啦所以 IPA 符号这是第二声的符号这个声调的 IPA 符号咱后壁有啦PPT 内底有讲到声调的时阵内底咱有一个表遐有详细表所以碗粿碗是安尼，所以这个呢拼音的符号爱记住这个 hyperlong 这是拼音的符号，所以你看迄个 Espanol 西班牙话呢有一个迄个拼音的符号IPA 嘛是同款有这个就是拼音的符号是碗粿碗过来粿粿呢安怎拼粿个粿碗粿碗粿这个碗粿碗粿拄好，这两嘛是拢第二声啦粿所以伫遮呢时阵呢伊的介音呢拢会用 W 啦介音是用 W。后来美英来。老师，我想要借问一个迄个伊遮用 W 毋是用 U， 嘛是因为是迄个后壁有即个音无音的关系吗？嘿对，就是讲 IPA 内底原则上你若有两个时阵呢，像这伊是核心，所以就写做 A 嘛毋是核心的即个因为出现伫主音伫即个音节头甲核心的中所以即个是介音嘛。所以你若是介音的，伊就是写做安尼你若讲龟，一只龟的龟龟伊当然就是安尼写尔。你若龟伊就写做安尼伊会写做这嘛是介音的符号所以 J 啦 W 啦，这拢是介音的符号啦介音也是讲韵尾，
拢是 semi vowel 啦，啊 semi vowel 半母音啦，啊拢是半母音，啊。老师谢谢。所以半母音呢，伊用这个符号所以碗粿呢，就安尼写，安尼 OK 啦吼，碗粿，所以这个会记得这是平音的符号，平音的符号过来，咱过来看过来记一个例过来记一个例，这个咱过来讲入声的啦过来讲入声入声呢，譬如讲这个踢球啦踢球好啊踢球踢球这个上标 H 这标是上去踢上去来踢踢球的踢，伊就安尼踢这呢，这是四角的这有当时画无介准的，四角角安尼一个符号，一个敢若角体这个符号啦就类似这个符号，这个符号表示啥呢？伊咧表示 unreleased， 无释放出来这个无释放出来的意思。啥物叫做无释放出来呢？咱讲踢，你看踢，迄个倒的音无足明显咱袂念踢，袂个咱就踢，就动点去踢所以这叫 unreleased 这呢，就是讲伊后壁遐接续落遐发音就拢无就动起来，动点起来所以踢英语嘛共款呢，英语譬如讲你英语会念 at你也注意看伊嘛有两种念法，一种是套的音较明显的 at，另外一种 at 迄个 t 就无念出来迄个 t 无明显的无释放出来，迄嘛是 unreleased 就 at 所以你看话念较紧就 at 迄个 t 嘛无就 at 所以咱台语的入声呢，踢嘛是咱袂念踢，袂过安尼就踢所以咱会佮加这个符号这种叫做 unreleased 的符号踢球的踢安尼球呢就个游球踢球第五声踢呢踢才第四声第四声咱才有一个符号踢踢球的踢第四声踢球踢球这是这个 unreleased 的这个符号过来剩的 PTK 嘛拢共款啦只要入声呢，伊才拢有一个伊若是 PTK 才拢有一个一个 unreleased 的符号咱譬如讲这个譬如讲这个合好啦合一合啦合六合的合合合了呢，咱嘛是佫一个 unreleased 的符号合是第八声较悬的伊就一个较悬的这相对是较悬的合所以合的时阵呢 IPA 是写做安尼合过来另外咱有一个 PTKH 对吧咱伫白话字内底呢会有一个入声是 H 的啦譬如讲下鱼的下下钱的下拢是伫白话字内底写做安尼对吧这是白话字的写法
白话字内底是安尼，哈，哦，好啊好哈，这是白话字的写法吼，哈戏，哦，哈戏的哈。但是你若伫 IPA 呢，哦，伊的写法就无共吼。IPA 内底呢，好第一个是好无毋对 ，OK。再来啊 ，OK 嘛是啊吼。但是即个呢，哈伫上尾即个呢，伊就袂当写做 H 吼，即个较特别，这嘛是爱记，伊这是一个类似问号的迄个符号啊，哈哈哦，啊你若来佮加上第四声的即个符号哦，哈，即个呢，伊的符号就是类似一个问号，哦安尼尔。下骹袂使搁一点哦，吼，一点落就变问号啊，伊这是安尼尔。哦，即种呢，即叫做拿后脱音 ，glottal stop 啊 ，glottal stop 拿后脱音，就是向动起来，向动起来啊。所以你来看，咱念，你若哈，你若哈戏的哈，做哈做哈大做欠钱的哈，是毋是向动起来？对无？啊，你若是干那好啊。哈，你会当发足久诶啊，所以即个头前即个是擦音嘛，摩擦音嘛，然后摩擦音嘛，所以伊会当发足久诶哈啊，哈小弟哈啊，但是你若哈后壁即个是向动起来，向动起来，所以伫语言学顶头即个其实是一个 glottal stop 动起来音嘛，啊，但是咱白话字为啥物用 H？因为白话是当作文字，啊，伫咱台语内底呢，你袂出现两个情形吼 ，HA 哦后壁即个 H 呢，你袂念做哈了个一个哈一直哈，即个好袂一直发啦，袂有迄啦，啊，也就是讲，即个呢，伊袂变做独立的音素啦，伫咱台语内底伊无独立的音素，伊一定甲出现伫后壁尔。伊敢出现伫后壁呢，伊袂正做独立的音素。伊若独立音素，伊就像 H， 伊就家己有一个符号啊。但是伫台语内底，伊即个袂变做独立的音素啊，所以伊无特别甲写出来，伊甲简化啦。啊，正做文字是伊简化。啊，所以文字顶头伊拢用 H 来表示。毋过即两个 H 呢，伫语音学的角度来讲，伊的实际发音是无共的。安尼知吼？哈。即个是拿后的摩擦音，呵，即个音，啊，即个后壁即个是拿后脱音 ，glottal stop， 就向爱动起来迄个音啊，哦，安尼然后，所以伫 IPA 顶头写出来就无共啊，哦，伊只哈戏的哈是安尼，哦，所以这是即个 glottal stop 的即个发音哦，即部分才敢有啥问题？老师，像较多咧写台湾人吼，嘿，咁尾迄个人写了拢，你搁有一条线直直，咁来话，对，叫你写碗过了，就无一条线，直直的线。对一条线，下骹。就像你即马白板顶完写即个哈，嘿哈，一个歌吼，一个的歌啊。嘿。啊，你若点伫中就是第四声嘛，啊，点伫顶悬就是第八声嘛。嘿对，嘿。啊，较多写台湾人的时阵，我看大家写了边仔拢搁一支的歌，啊，就无点啊。但是写碗粿的时阵，就搁无写迄个的歌，到底敢爱写？即个的歌晓？晓，迄个台湾人写了的。你若台湾人，迄个就是安尼嘛。嘿，啊，敢来个一个的歌？啊，台湾人伊爱啊，伊是这是第五声啊，台湾人啊。啊，较多碗粿写了后，那你碗粿，哦，就爱有即个啊，哦，恁的每一个音节只要是有声调拢爱啊。哦，拢爱粿嘛，拢爱。啊，哦，爱条。可能是我拄则搞去啦吼，就是每一个音节，因为咱是有声调的嘛，所以你要记录伊的声调啊。所以每一个音节调，伊即个声调符号拢爱藏起来，吼。啊，声调符号咱就较后壁再去介绍，啊。啊，所以这是即个 glottal stop 的即个符号，吼。
这 OK 啦吼。过来，咱个继续吼，伊即个，佫有一寡咱台语较定用着符号啦吼。像讲即个毋卖啦吼，毋卖，还是讲毋通好啊啦吼，毋通安怎吼，毋通吼，毋通安怎，毋通免安写吼，免安 transcribe 吼，毋通吼毋通的呢，这呢较特别吼，这咱叫做 syllabic consonant 吼，音节化的主音啦，音节化的主音。什么叫做音节化的主音呢？就是讲啊，你若单独一个 M 即个呢，伊若放伫头前吼，譬如讲妈啦，对无吼？妈，这是么嘛吼，么对无吼？毋过呢，伊若单独出现的时阵，你袂念么啦，么迄是因为咱有加一个儿啊吼，所以单独一个时阵，伊嘛会当发做音节，叫做毋通的毋买单独即个这是较特别的吼，因为咱有讲过，简单母音会当单独存在，会当单独发音，但是伊有少数的例外。伫咱台语内底有2个例外，一个就是毋买毋通的即个这是第一个例外佫有另外一个例外，咱等下佮记咧吼。呢，即种呢，你会才加一点，伫伊符号下骹呢，伊有一条线啦，短短一条线，即个啦吼，即条线就是音节化的主音的意思syllabic consonant 音节化的主音的意思，就是讲。伊虽然即个伊是主音尔，毋过伊会当单独存在，即足特别的。就敢若袂输放屎弹袂出来，所以这叫做音节化的主音嘛。咱台语内底有2个这较特别所以毋通的时阵，咱要 transcribe 就是安尼 transcribe 敢若麦当劳共款但是即个这是一个 M 安尼然后加一点，这就是 syllabic consonant。音节化的主音的符号就短短一撇安尼尔所以过来通呢毋通就安尼毋通通就安尼安尼才 OK 啦毋通即个咱讲咧，伊佫有另外一组就是即个音节化的主音有2个啦咱台语内底有2个，另外一个是啥呢？比如金色的金呢，就即个符号了呢，加个一点金的安尼金的就迄个耳啊，共款下骹加即个 M 共款下骹，即一点小可一顺啊，短短一顺啊，毋是圆点毋是圆圆的点是小可短短一个底顺安尼即是底顺的就是音节化的意思所以就安尼一个耳啊，敢若挂一个耳钩挂一空安尼这是金的金呢金安尼金就安尼，所以即2个是咱即个音节化的主音啦音节化的主音内底呢即2个定用着符号这嘛爱记一下过来咱讲即个蚵仔煎蚵仔煎蚵仔煎咱南部真清楚啦，蚵仔煎甲蚵仔煎无共蚵甲蚵
伫咱南部是两个独立的音素，天乌乌鹅鹅啊鹅这是两个无共的吼。安尼鹅啊煎免啊写鹅啊煎的鹅呢鹅就即个伫咱南部算较中央的即个鹅的音啦鹅第一声鹅，过来鹅啊煎的第二声第二声是安尼鹅啊过来煎鹅啊煎即个煎要安怎写即个较难小可咱伫白话字内底是写安怎白话字内底是安尼白话字内底是安尼即个 CH 呢，伫咱台语内底伊有两种的情形你若是譬如讲查甫查某的时阵呢，即个时阵呢，咱是IPA 是写做安尼第一声第一声CH 的时阵伫 TS 内底伫 IPA 内底是 TS 啦伊是突插音伊是突插音，但是你若 G 呢即个现象咱明仔载咱来讲到迄个音韵规律的时阵，会阁详细介绍啦G 的时阵呢，伊就毋是写做 TS 啦伊是 G 伊是安尼，有一个翘尾溜的 C G你若是 G 呢后壁伊若接即个音伊若接前母音front vowel 的时阵呢 ，E 啦 A 啦J 只要若接前母音的时阵呢，即个 S 呢拢会变做翘尾溜的 C。这是啥呢？这叫做 palatalization 儿化音儿化去迄个上颚迄儿化音G 所以你也注意来看渣 G 即两个音呢，其实是无啥共的当然咱伫书面的时阵，拢是写做共款，拢 CH 啦毋过伊其实即两个是啥？音素的变体这咱音素的变体，咱明仔载会阁介绍啦音素的变体，就是讲伊其实是共一组音素内底两个无共的变体两个无共的变体所以伫 IPA 写出来伊是无共的渣甲 G 是即两个无共，所以若安尼是蚵仔煎的时阵呢，因为伊遮有一个介音E煎所以即个呢蚵仔煎 T 煎蚵仔煎过来呢遮伫咱白话字内底，即个 IAN 嘛是较特别啦较特别即摆足侪人写做 N， 因为咱即摆真侪人，即个音呢有一个趋势，就是女少年呢拢会发出 N 安尼去安尼烟呢烟即个呢，即个较特别。伫白话字内底，伊是当做文字来处理就是讲你有一寡腔口无毋对，有一寡无共头发，毋过伊就是用固定拢写安尼所以即个呢，伊的伫 IPA 顶头免transcribe的，嘛有人有无共的意见嘛有人有无共的意见有的人呢，你啊看伊的有的人伊是当做是安尼烟有的人是拼写做 N 即个即个咱用 A 就好用 A 来有的人呢伊用烟有的人用安尼拼啦
烟即个遮就讲即个伊呢，有诶人有存在，有诶人无存在，就是讲你迄个发音诶，伊即有变体，共款就是讲有迄个变体，毋是逐个人发音拢一模一样诶，伊有变体所以呢，这嘛是看你是安怎发看你安怎发，你就安怎 transcribe。咱 IPA 诶上基本诶原则就是，你听到啥，你就安怎甲记录起来。因为咱是规范诶角度，毋是规范，咱是描写诶角度。IPA 伫 transcribe 就是咱就是听到啥，你就甲记录啥。伊安尼后一步才有当去做分析。你若听到有即个伊诶介音存在，你就甲 transcribe 有伊诶介音。若是无，你就莫 transcribe。安尼你才会当做后续诶调查研究，讲啥物款诶人伊有保留即个伊诶介音，啥物款诶人无。倒一区诶人有，倒一区诶人无。你才有法度做分析所以你若是有伊即个介音诶人咧，无要紧，你就照安迄个蚵仔煎煎煎诶小可A音煎蚵仔煎你若是蚵仔煎无伊诶人，蚵仔煎当然即个伊诶介音就无去安尼所以你听到啥，你就记录啥，安尼所以即个呢 ，IAN 这是较特别的这较复杂所以蚵仔煎蚵仔煎你若是有伊做介音的，蚵仔煎你啊 transcribe 起来就是安尼，蚵仔煎这个 oyster fried oyster 蚵仔煎安尼这部分才敢有啥问题来，请讲老师，我甲咱问一下，即个你讲蚵仔煎蚵仔蚵毋是五声吗？遮顶悬是安写一声？对，蚵你用即个嘿，蚵，恁是念蚵还是蚵仔煎蚵。蚵仔煎变调啊，变调啊。有变调呀。所以伊即摆记录的是变调的声，毋是伊原本的声。咱记录是记本调咱记录是记本调记录是通常记本调啦我看卖者咱即个输入法咱看输入法上准啦咱看即个我看卖我看这当输入无两个拢有呢我拄则甲试迄个咱来看迄个查字典的好咱查一下字典字典伊的记载我看卖看字典找台语的即个字典咱看卖伊即个我看伊若是蚵，我看这分享，我看即个要哪改分享
分享这个翻译出台语。哦，好来，迄个我拄则吼，有甲查吼，伊遮台语大词典，伊是记第5条啦，第5条，因为第5条伊变调，伫咱南部嘛是变第7，第一声伊变调嘛是变第7啦，所以变成若字典遮是用第5声鹅啦，这是我家己惯势鹅啦，青即个鹅啊鹅遮是记录鹅啦，伊输入法是拄则我试输入法是两个拢有啦，迄个意团的输入法内底呢，伊就变两个拢有好，这因为拄好伊变调拢共款所以这嘛是一个咱台语内底较特别的伊拄好变调共款的时候，你要对伊的原调，就较歹，就有当时会有两个无共的结果好，咱若照字典顶头的呢，来甲看的时阵，伊若第5声咱就用第5声的方式来甲记录嘛是 OK 啊我看卖即个去回复分享所以咱若是要用第5声的时阵呢，即个呢，遮咱若用照字典的写法伊会变调变做第7声去伊是因为伊是第2声，所以迄个佫有有关的，所以变做变做咱一般所讲的第9声，原因是安尼有关声调的部分，咱后壁会佫介绍啦好，安尼这是 IPA 的 transcript 拄好咱遮嘛拄好拢有介绍完啦台语的用会到的即个 IPA 符号差不多即几下安尼安尼遮敢有啥问题？这就是爱练习啦这爱加一寡练习咱明仔载会佫来做一寡练习了呢，咱会进一步开始来讲迄个音韵的遐一寡规律好，安尼咱时间嘛差不多安尼咱今仔日就先上到遮。老师，歹势。有问题。我明仔载去拍位风车，所以甲伊请假改。好，无要紧恁若有爱注写的拢咱算公假会当去注写无要紧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好 ，OK，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谢谢。谢谢老师。